do trong nó nó ý trong cũng như sợ đời cú cho nên sợ đời bé một sai cho cả tuổi phò nhớ đầu lúc sanh nằm tuổi phò 5 เมษายนยอดดอลลาร์คำสวัสดิ์เมืองใส่เสื้อชาหน้าโรงเรียนกันนะซิลีจะน่าได้ตาต่อแต่ปลายโป้ติชาญหงวัดไตที่นอนเลยbây giờ mùa linh là y số một cái thì lý do cho đó phải thật tốt rồi để cho đó lúc khi họ là cái chế cũ chỉ cho trong kia ta tỏ rộng kia chế một xe lúc chờ tua phòng tại nó thì rồi cho trong lần từ một tua đùa lại họ một trong lần trong tủ của tổng tua đùa liền thia giờ lệ biết sẽ đào sĩ cho một sai sẽ cho cái tua phòng thì lúc chờ tua phòng rộng bồi trả thia lại họ của rộng đi trả vậy兄弟你们回家，这种固定的多呢。出来喊起，出来把那逼真的为我。想要把白点的木的，没白相起，没办法。底下那几句还不讲嘛？哎呀，佢問嘅，我仲未講到。你冇加時候，麻煩又冇就會就麻煩。我先叫我搬20蚊，問就會咯。我點解冇賺嘛？我攞嘅就話20蚊啊。哇！我而家就話今日搬就會搬咩咯？10蚊嘅後面單。冇啊！我冇啊！冇10蚊已經走啊！冇啊！一樣嘢三個咩隊要少走，一不來不下。我冇一個好似。咩是蘋果杯？咪啲蘋果杯啊，譬如我嘢蘋果成件事我似佢喎，當然我唔係唔似，或者綁劈藍杯，你不是路哦，我不是路，綁劈藍，用嘅是叫，不會把佢就話佢話到下佢話冇咩嘢冇話，所以佢就先先到嘅，差唔多佢應該啦。我黑樹我有冇見？我對要時間佢係。背後啊，如果現金走到條要2萬年嘅，都2萬年嘛，年我嗌就會多。晚上就給這兒，佢應該叫我飯嘞，小攤嘞，人都唔多，家咯，咪喺後邊咪就講我啥都有，都來對啥的，可能不要了，都是白不爛的。呀，見下有白那過了5萬呢，我跟旁邊的。但是这都地標性的東西，人通多的。我咁多個睇到都有文化，我哋知好啊。那個能不能那麼就先擺到幾條不咯？能不能我先擺到幾條車咯？喺路廣老。你更要笑喎！之前路，我哋叫後哥，叫路流馬路，叫流哥咯，後哥。攞晒路喺度嚟嘅天氣。我不會，我不會估掉啊！係我估掉。你估掉啊！最多唔夠用唔夠好。我自己多嘅。我亦都做將部豬最真多上嘅字。我咪做到部嘢得啲。成日都買咯。冚家對喊，我喺度喺度跳啊！喂啊，都冇喊過吧？嘛喊嘅嗬。你部啲路都喊到，我嗰度未糊，都喊，我都啊！唔冇錯，隔件喊出嚟嘅對嘢。我話咯，多個，幾個錢嚇？就係情㗎，我是用那一個撈，一個應該20，早啲啦，20開始都出到成咁大個喎，
我就咁幾日嚟嘅，入邊冇事咯，入邊我哋就冇去啱啱入過，我先冇入過。啊，沒有嘅，新疆改工了呀。你哪？打仗咯，專門收啲咯，那就人越來都一樣啦。我小講話，都有來都一樣嘅。我不吐字，打不起來呀。他累呀，他不敢的。干累。會哇。冇敢呀。就要召喚。我這個起來呢。人家都一樣啦。啊，要皮工資錢嗰邊應該嚟幫你打到。佢真係講。他太照顧。入嗰啲啊嘛，我入邊唔做。你啊，太夠意做呀，或者不敢殺，或者不會幹。衣服看着還強的。不提啊。教資啊，你教資啊。啊你這啊你那你教資啊？哇！嚟見樣片我試話可能我北嘅喎。緊足聽有乜？哦，我也知道。我哋這樣緊足聽，可能我哋基本上我哋聽做，就緊足聽咪會教翻每年會學業會教出他們啊，以前教一排你。哦，緊足嘅咯。可能都係啊，梗係啊，我先等埋，我等埋 keep 住嘅咯，我主要愛咯。今兒下午領導會領的。你們聽說唱說到的北域配福建的車。OK，葫蘆果那車，沙路爬山路那車。一小唱口音唱不出。係話頭先講英國人。我都問解出一批最近。我哎呀話佢日日唔嗰對樹嗰樣要話呢度嘅。是啊，等一下都到了開好，大家都冇啊。領不領，那就咱只有到15點。我想就今天領了，給恁舅家送去，舅送的，宁家正的，他就2這就是領。估計他忙着。我離奶都給他吃個吃，我領豆腐的時候，我豆腐領的。不負責任，領了，你給家庭打個電話。因為咪路喺度嚟，路喺度中間嘅縮短啊，也 keep 短啊，如果做得啲不能不短啊。也縮短啊。今兒要能領路，咱領領吧，領叫丫娘給他拿回去，你給叫小霞給丫娘說，叫丫娘給他拿回去。我都說叫再給俺嫂子給俺蒸包子的。孩子叫爸爸。我有點。那好就是當地嘅。哦喲，直接我們爆杯後。鮮魚當掉咗就bằng啊，敲定啊，快啲就出咯。我要有意。幾蚊媽媽？你都係英語靚咧，呢個係。同你賺啊！會一次爆每公司會，一公司拍翻佢，我哋以前冇都自己呢度酒店，喝醉燈有沒酒店。阿珍。哦，那另外3萬，我拿走時候我給你交代想着叫你給領了，你給丫娘打電話叫你丫娘來取。阿珍。他引着孩子他不方阿珍。啊，呢個要啊！我哋隔幾多係不出去差唔多好遠啊！有人跟人嘅。勁爆！跟住好熱嘅。我咁話做咩話不熱啊？有熱位。我他媽現在聽得明白哈。然後可能是我日龜都冇到，聽到一句都聽國語。我之前聽得這麼熟悉喎。那應該是中國人聽的啊。我想喺度話少人話。等他来都到上午，他每天早上起来这都是晚的，他孩子天天他吃什么到哪时候。不用啊，用命啊！這個不一樣，你看呐，這個討論自己嘛，好像很多，我也討論。大
米你给他零零搁到人家做了。哇，这一天都没过。白糖你都有白糖了，你也给他零零。哎，别的办法去嘛。那该领啥子他上领了。看他愿不愿意，但这都是他们这你找到干。那他不知道，可能我在交代是那微服00了，给你打电话，知不知道？我走时候我给他说了，我也不是我全家给你说了，叫你00了，叫小夏给眼镜打电话，他比方想让你领了啊，他。应该9期打嘛，你是9期吧？5、9期，9期上门版本我不用，就我平安夜，现在办我办一个，我不看到啊，明都问，看到啊，明都保上问，有的办办一个，反正可以平理我咯，可以平理我咯。啊，平理那不已经在办了。我哋可以平理，因為最近嚟講，你過一辦就可能啲可以平理，咁樣嘅。哎呦，那办了不平理，那不已經其他好似好似。我肯定會贏嘅，我現在我啱啱嚟呢個，我啱啱就明白。你中國人啊，他這樣，我在哪他叫我反正叫你這個必須，他那必須。一般是了。中，那你给倒给这白糖给大米零零出去。那是啥毛蛋啥？毛蛋死了。可能毛蛋死了。我死了，他给人弄的大米。可能俺这都倒人家要发大米的，就发的大米。我发的大米。硬嘅抽俾我噴到嚟嘅啦。叫大嘢，我有啦。我聽不看叫大嘢。你只要干出錢呢？俺娘那豆腐不领3万，豆腐不领了，等到过2年正月15是不是回去我再领？再个那豆腐票是不是你拿过来？叫我来捞米。我怎么把干脆以后了不回来了？今家去。另外那豆腐票研究拿着的，你拿过来。哎，不会不会用港味呢，靠比不上。朱哥呢？不，这个像那阿西姑呢，阿西奶，应该最好。过2年正月15是不是回去？我哋就咪會陪佢食得嘅，夠近上啲嘅。哦，其他嘅咁多。後頭見到門口嘅，不是开的地，是菜地去。啊，菜地在城年不种，叫人家。他那个已經退回啊，领章的调過來，調什麼？永贵叫原谅。那不是装几块水？装几块水卖600块。挺好的，我主要每人都調嘅，我好太貴。那装几年？那这块儿长好些年。กูไก่แถวไก่น้ำมันจะมันตัวมันของกูขังนี่กูตัว就这个梦里有，会雕的话，5分钟是把有把都好的也是球，那么差不多中了，这个因为在北京，就去那里都么5路什么米呀，头去。我三個比啊，有啊，呢度呢個有烤啊，呢個邊啊，真這是說解過嘅，真係多什麼去？咁多房子，係啊，呢個就話我以前我媽都住喺度殺死嘅，真係死。呢度嗰啲電能，呢度唔能我上我。係啊，媽都殺死嘅。我上。啥不？這燒啊，蘿蔔一嚟咯，什麼一打就嚟刀啊，你要說什麼乜嘢呢？哎，佢好。我刀呢？我敲。我佢就咁啊。刀。當個攬咯，話唔係沙巴，真係唔係沙巴。你做到啦？我從啱嗰陣做咩當呢個擺盤度，我就哋話條擺盤度，但做個擺盤啲話，我哋知唔知嘛？我覺得我哋攰啊，嗰度。天門鋪完了，在擺盤度看見新聞了不？我從啱會做個沖涼嘅，做咩嘢？我室內就是擺盤咯，我擺盤我。發什麼？哦，咁我冇買就係買嘢就係做咩嘢？其實就可以。过来丢。啊，里面可以吹吗？可以啊。这里面不要抽。可以说吧。
查他的包。走喽。我们都在播放这个。翻你的头巾。对。这边的话。到时候叫他先不安子带，这辈子拿我枪不了招。啊，好不好？啊？人家可以做的呀，反正不是新的呀。有没有啊？你跟着你起啊，佢一把车就下唔就話唔錯咪咁。路邊嘅你笑笑。要嗌翻，要翻嗌個最後放緊張樓店，二追過起嘅啊，二追過係啊，好的，2年冇到呢幾張。我哋收分別。這馬上都在手機啊，接着我去打江的。把豆腐打給你啊。他估計最主要的接。等你做，等你接啊。你路上都看現在是不是用的地方啊？哦，要好玩嘛？啊，那梗係單佬喎，當自當個 party。我知我嘅寫寫。มาพักดีอ่ะอีกแล้ว โบแมนกลุ่มเดียวกันเด้ บ่เอง สองเดือนแล้วมานี่ยิงเบิ่งนะ 舊嘅嘢， แต่ว่าเลยว่าเขา本來話翻咯，諗下少啲人啊。又ว่า未出現咗未 เนี่ย 善魚朋友。係買你咩呀？你跟他說去我們上次那個橙子島，可以嗎？我收緊哇，刀咯，把你咩型嘅做棍蛋哦，打你標注就嗰個蛋，個二奶出嚟。你住喺我呢度嘅，我把骨控薄 เลือก 啦。 คน 都能試下佢可以落。笠住佢嘅就學會啦。咁冇但自己真係好啲喎。我又話後嚟嚟到夠適合喎，夠適合喎。啲客話喎， นี่ก่อนได้ 這種吧，這裡啊，把那等剛好。把滅紅先打光。把子彈點一下。那你們看一下什麼叫實黃？
天天。叫十环了。我的多嘅，天天有點準備本多到。問到佢笑話，佢就頭先懵懵啦。我係護證嘛。咩啊？我會知。而家你最會走嘅？唔明喎。哦，原來是用這個啦。應該會最準嘅。真小抄得點都就冇得嘅話。哦，應該會最準嘅原來。哦，你那穩你就冇會走會最準。啊，我條紙要走咯。我明白，一次做嘅啦，一分鐘就拍嘅啦。係。都登咯。我本經。น้ำเก่งงูชิงยิมหมดแล้วกูจิ้วเนี่ย50อ่ะ150ตัวนี้50เนาะ50เป็นตัวนี้50อีกเนาะอันนี้这个多少ไม่ละ班小队嘞班小队嘞一百嘅試下行幾多咯一百嘅咯班小隊嘞好榮咯我單咯現在上啦呢個嘢咁最貴嘅要買最貴嘅咯OK嗰個話個東係一嚟嗰啲嗱特別換第二日公驚啊拜個咩嚟別話一嚟咯哦兄弟做了快啦哦一嚟咯而家唔知我對手下50啊。零票哦，我搶唔叫啊！所以應該都平話零停啦！零屈咯，錄薄啲啊！錄薄哪啲換停我會啊，打穩啦，即係裝上。呢個啊，應付平。呢個啊 ，OK， 是時候表演真正的技術啊！我終於多乜嘢嘅？好啊，一。我中過。執飯。我中過。壓到你啊！哦，中過。要用執飯。你看，要這樣嗎？一攞打開始。no 發明啦嗬，一對，拿出來一個呢？一出面嘅喎。我咪廿一個。啊，就咁勁種嚟嘅就，幾就燒啊！我看下吧。一燒我就拍到而家嘅。哎，苗用，啱我試咗呢種集嘅，話東路試入集。佢嘅苗用嘅會先，佢苗一會試等咯。應該算啦。高一點。要看啊燒呐，不得幹嘅呢。高一點。對。看不到。OK 燒。好。啊，看。咁多嘅？苗我集住做定頭。集住最頭啦。一集住在中間啊，貼先行過。得邊嘅，冇驚就不贏啦。執環。邊集啊？邊集啊？喂，做咩？อันนี้ เพิ่งเห็น係對夠棚嘅。係嘛？除咗對上跑到集環咁。集環。集環喎？
知啊，就行啊。坑咯。我坑就行。喂，係咪要條條喎？你這是啊。我記得就跟住內坑嘅。就行。冇呢間啊，冇中咯，喺啲幾點字。我啲而家冇中乜條怪喎。路猛學誒咪。我而家嘅學，因為路有直條嘅。佢車嘅話我咪有車嘅話有多。我頭仔我黐佢咯。我追得嘅話，追得車到秒。我秒多嘅，我冇幾多巴路，在後面冇強到面嘅。5個手啊！我發成呢個。